大家好啊，我係阿雄。咁今期咧分享大衛城呢邊嘅大平層啦。咁呢一套咧係我哋今日咧帶個客過嚟呢邊睇，覺得個大平層咧個格局其實對比而家啲格局咧，的確係有參考性嘅，所以話分享俾大家對比下。咁呢一套咧係170平嘅，做咗其實可以做5房嘅，又做3個衛生間啦，由南北通嘅一個格局啦。不過係毛坯，因為而家其實以前嘅大平層啊，大多數都係毛坯嘅，因為你如果話裝修咧，其實好難做得啱啲業主嘅，因為買得大平層啲業主咧，一般都係對啲裝修嘅要求啊會比較高嘅，所以話以前買啲大平層咧，基本上都係毛坯啦。咁呢一套格局咧就實用，就相對嚟講比較實用啦，即係送得比較多，兼且成個戶型咧喺呢邊咧，除咗以前啲喺度賣嘅二手啦，新樓盤咧基本上都唔做呢種啦。你而家好似大平層，好似冇馬湖嗰邊啦，做啲140幾平嘅，總價又比呢邊貴好多啦，但係實用又冇呢邊嘅咁實用，所以話個客戶咧就睇咗網上啲資料啦，就過嚟呢邊對比下實體啦。呢一套咧其實唔錯，我哋一齊過去拍俾大家睇睇啦，分享下啦。咁呢一套咧基本情況就係170平啦，而家擺價係110萬啊，由毛坯。如果話有興趣咧，都係私聊阿雄。如果話對呢個戶型咧覺得都係的確係實用嘅，都可以留言翻俾阿雄嘅。我哋只係分享下唔同啲戶型啊、價錢啊、由周邊啲配套啊，俾大家睇睇對比下啦。呢一套咧係170平嘅，做咗5房3個衛生間。咁入門咧，呢度其實係一個入戶花園嚟嘅，即係可以話封起身，然後就做一個儲物嘅空間啊、鞋櫃啊之類嘅。嗱，呢個空間其實都係非常闊嘅。即係大概有10平方多啲咁啦。咁呢個空間非常實用啦，即係你入門咧，你呢邊可以做啲櫃啊之類嘅，或者話你呢邊做啲儲物嘅空間啊。嗱，呢個空間都係非常闊落㗎。即係以前嘅大平層咧就會咁整，會多啲入戶嘅空間。咁而家咧基本上好少有咁大嘅入戶啦。我哋睇下其他嘅。咁再入嚟咧，呢邊咧就係佢嘅廳。呢一套咧係南北通㗎。咁左手邊同埋右手邊咧都係有一個佢嘅陽台。右手邊呢邊咧就係近住廚房，呢邊有個陽台嘅。咁我哋睇過嚟呢邊客廳，呢個客廳係非常大㗎，因為170平嘅廳咧，一定係10零個人喺度都冇問題嘅。陽台嗰邊咧對出去咧空間都非常大。咁我哋先睇呢邊啦。呢邊係南向，南向睇出去咧，因為呢一套咧係一個中等嘅樓層啦，即係睇花園。嗱，而家已經係6點鐘左右啊，即係光線好一般，但係園林其實係唔錯嘅。我哋睇翻佢嘅格局，因為頭先咧係有客戶過嚟睇，我哋就順手拍俾大家對比下啦，以前嘅大平層嘅豪宅。咁廳咧就係非常大啦，呢度即係10零個人完全係冇問題嘅。又睇埋佢嘅餐廳，餐廳咧多個陽台，由呢個廚房咧，即係比一般嘅嗰啲大平層嘅廚房咧，以前設計嘅的確會大好多嘅。呢個廚房非常實用，做出嚟。嗱，呢個仲有個比較好嘅空間就係呢個陽台咧，佢嘅採光通風都非常好。下面都係睇園林，都係睇園林嘅，因為樓層高，視野比較好嘅。呢度有個比較奇妙嘅空間啦。呢個咧按以前嘅設計嚟講咧，就係有一個保姆房嚟㗎啦，就係一個細嘅儲物空間嚟嘅。但係呢個房咧做得精緻啲咧，其實可以做一個衛生間啦，做一個套間喺度嘅衛生間，由呢邊擺張細嘅床都可以嘅。所以話以前咧，有啲人咧用呢一種咧就會做個保姆房喺度啦。雖然細，但係非常實用啊！即係係一個套間嚟嘅。我哋睇埋房間嘅格局啦。因為呢個客戶咧過嚟睇嗰陣咧，佢係一定要有啲大平層啦，所以嗰陣帶過嚟呢度對比下。以前設計嘅大平層咧，空間真係非常大。過嚟呢邊咧，右手邊係第一個房間。咁呢個房間咧嘅空間嚟講，你擺個1.8米嘅床啦，都係冇問題。
兼且採光通風係比較好嘅，都係大玻璃。由過嚟呢邊咧，第一個衛生間，右手邊呢邊衛生間咧，佢設計嘅空間咧，完全都係乾濕分離嘅空間，完全夠嘅。又過嚟呢邊係第二個衛生間，呢個一個套間嚟嘅。衛生間嘅闊度咧都係夠啊，完全乾濕分離。由呢度做成一個套間咧，就同呢個房間一齊啦。咁呢個房間咧，採光其實都非常好，空間都有咁大，即係你擺1.8米左右嘅床都係 OK 嘅。咁呢度咧，佢嘅視野係比較好嘅，因為呢個窗台係比較大嘅。咁下面嘅園林啦，全部都睇得到嘅。嗱，而家係毛坯，兼且而家已經係6點零鐘啦，所以話光線就一般，但係實體過嚟睇咧會好好多嘅。呢邊咧就2個房間同埋一個衛生間。左手邊咧呢幅牆咧，前面呢幅牆咧其實係可以打開嘅，然後就整體變成一個房間。嗱，呢邊採光通風，所有都係大玻璃嚟嘅，所以比較好啲。呢度咧就係主人房，即係一般嚟講都係主人房放呢邊啦，因為夠大啊嘛，採光都好。由呢度就係一個套間嚟嘅衛生間，呢個係第3個廁所啊。呢度睇出去咧就睇園林啦。以前設計嘅就係一個半圓形嘅，而家好少呢種設計啦。咁下面圓形咧，佢嘅採光通風就比較好啲啦，即係你成個大半嘅園林都睇到啦。即係呢種設計咧，即係目前嚟講新嘅樓盤咧，基本上都冇啦，就係得以前啲大愛城呢邊啊有呢種設計。呢種設計咧又係南北通嘅，所以話都有一定嘅客戶咧會過嚟呢邊對比嘅。咁呢邊周邊嘅配套啊都比較完善啦。大愛城咧，佢隔離咧對面啊就係吾悅廣場啊嘛，即係中意啲商業好啲嘅，咁呢邊都啱噶啦。咁樓下咧大愛城站咧，我哋之前都有介紹嘅，即係下面係西湖巴士嘅出行啦，即係樓下就得啦。兼且呢邊去到高鐵站都近。即係如果話係考慮啲大平層啊，可以對比下嘅，因為啱係過嚟呢邊睇就順手拍俾大家對比下啦，睇下以前嘅格局，即係同而家嘅格局有咩區別啦。如果話近期咧有興趣過嚟惠州呢邊睇樓咧，都要話私聊阿紅啦，約個時間，我哋睇啲比較適合自己嘅，反正你嘅需求同我講聲，由我揾翻啲差唔多嘅房源，又俾你對比。即係如果話線上睇得 OK 嘅，我哋再過嚟實體呢邊睇睇啦，對比下。咁今期就拍到呢度俾大家對比啦。